做厝的人即马厝税是愈来愈贵啊！行政院公布今年1月这厝税的年增率是2.14%，是连续6个月拢超过2%。有真侪伫台北市上班的少年人是甘愿住伫咧淡水，也是讲搁较远的所在，要用通勤的时间来换钱。专家就分析讲，因为这个厝价是一直咧起，所以厝头家就对咧起厝税，未来恐惊阁会继续起去哩。 6平大房间内底有便所、车道甲床、拢总区，一个月厝税6500。伫台北市超过1万的租金是俗正济，也互拄出社会穷小者，甘愿逐工一抓用1.5钟的时间去通勤上班，也要省厝税。房租的价格是一直不断在上升，然后变成我们其实如果想要去住靠近工作地点的房子，其实蛮困难，算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。这样，所以就是短时间内可能暂时不会考虑搬家，还是会选择通勤的方式。到底租金有偌贵？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数字会讲话，今年1月厝税指数达到105.19，创新高。为去年8月开始，厝税指数年增率是2.01%，10月过到2.20%，一直到今年1月，年增率依然有1.14%。英国是连续6个月年增率拢超过2%。全厝税指数年增率幅度变化不大，按过年增率连续半年拢超过2%。现时国内租金会大大起，专家认为，离起租金的日子恐怕还未到底。目前看起来呢，租金上扬应该会持续高居2%以上了。 因为未来的持有税只会增加，不会减少，再加上说今年因为经济展望比较好的关系，央行的降息几率比较低，所以呢，房东的资金成本也降不下来。台湾长期的租屋黑市，导致房东不太愿意租屋的一个曝光，所以这个部分对房客来讲，无论是租金补贴或者是租金扣抵所得税，这个部分会变成是一个看得到吃不到的一个政策。 民间团体认为，政府除了租金补贴政策，也要解决税厝乌市的问题，才能让租金市场透明化，减轻移都台北人经济负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